经不对啦，安怎写法？这是较早明朝吼，一个叫做吴承恩，我新闻伊写小说，所以这本册是一个小说。啊，伊咧写有根据，吼，伊是明朝的人，但是伊写的故事是唐朝的故事。唐太宗咱就知啦，唐太宗啊，你细汉咧咱就知影，伊写的就是写迄个朝代的故事，爱是明朝，啊，所以迄经过偌济时间，唐朝落来，宋朝，宋朝落来，唐宋元明清安尼，迄经过咱过来来。啊，即个明朝吴承恩诶，伊写的即个《西游记》，是咧写唐朝发生诶代志。啊，唐朝发生诶代志是啥？因为唐朝有一个叫做玄奘法师，玄奘法师，啊，玄奘法师吼，咱即拢也叫做唐三宗，哈，其实是叫玄奘法师，啊，叫玄奘法师。啊，玄奘法师因为伊下一个愿，因为伊当时吼，当时伫中国伊咧看佛经吼。无介有系统，无介有系统的意思就是讲，有经几六本，但是伊讲一款，伊讲一款，伊讲一款，啊，到底即部佛经是咧讲啥，无人知。安尼就对啦，因为翻译过来吼，可能有介完整。啊，所以伊就想讲吼，啊，这看佛经看袂清楚嘛无效，伊就亲身要去西印度，因为佛经是从印度来，咱记咧看佛经啊吼。佛经啊、心经啊、法华经啊、楞严经啊，做侪经典，其实迄拢从西印度来，拢除了搬过来就对啦。因为伊上介早是释迦牟尼佛讲的道理嘛吼，啊，释迦牟尼佛讲的道理，伊连出来记录啦，叫做佛经。啊，上介原始来讲就是印度，啊是到尾啊，印度的人有可能过来中国旅行，还是讲传道，甲上遐个册来摕来到中国，啊，中国人来看伊。伊早讲啊，当时迄个玄奘法师就是咧看这佛经袂清楚，啊，伊讲一看就讲一看，啊，到底即本的意思是啥？翻译了有可能验证，伊就下翻，我要去西印度出经，啊，要去问遐个修行人，看即部的意思是啥？所以去遐出经吼，都问人，去遐领去他们印度人吼，讨论讲啊，到底即部经典到底是真正是啥？安尼无翻译吼，阮会有难问题。你莫看翻译的，翻译是政府一贯的难问题。我比如讲啦，阮对华人咧办的，华人啊当然过了吼，语言袂通，爱叫华人人翻。华人人翻，即个华人咧翻咧，伊爱有专业，伊对着行爱了解，伊无了解伊翻就翻，伊翻袂来。伊较简单的翻，简单的翻译。哦，你好吗？啊，你就当翻，简单的。啊，你食饱未？简单的。啊，你几对来？啊，这简单。啊，啊，你等下要几对？迄日常生活会运用好法，是即个道理歹法。真正有影，所以我咱后期啊，地方人咧就训练你咯，专门咧翻译即咱这道理。你咧摕册互人，啊，先人解说，爱得较方便。你要请迄个翻译的越南人吼，你首先爱甲迄个越南迄个语言来教，哦，迄个三字默夹，什么叫三字默夹？你要解释伊名吗？你若讲三字默节，啊，啥物啊？叫三字默节，你来解释互听，哦，安尼啊，第一字三，第二字三，第三字啊，啥物叫做默夹？解释互听了，互伊知影啥物叫做三字默节。安尼落来了，伊就我无教翻译清楚，我会比如起来。哦，啊，所以伊玄奘法师去到印度了，爱互因讨论啊，讨论内底经的迄个意思是啥，啊，然后转来了，啊，开始翻译，啊，所以伊迄个过程，玄奘法师对唐朝的迄个长安城，中国长安城，去到印度，较早无像迄坐飞机呢，你若坐飞机去一个几点钟就到啊，来回一工就会使啊。真正啊，你去到印度，有可能来袂一工你就会使哦。啊，较早我较早拢用行的，安尼你，啊伊伫咧山路，无像咱即个路搁开到遮尔大条。较早咧爬山，一山过一山咧，啊搁经过沙漠。所以讲玄奘法师去到印度，路无遥远的，安尼来回去几年？17年，做这17年。
一个囡仔要打出时吼，17年拄啊高了毕业啦吼，差不多高了毕业。哪像讲啊，我囝要出世啊，我去印度，等下到我等下了，我囝17岁高了毕业，去第一考，知我爸个啥物名，叫啥物啦？啊，大约17年，哦，这路途足遥远，足辛苦。啊，伊为着要互天下家己兄弟姊妹会当了解福音的意思，所以伊牺牲家己，牺牲足济。哦，啊，所以后来足钦贵，足尊敬的。所以明朝的无神论吼，敢若写小说啦，专门咧谈纪念，啊，讲内底道理，安尼啦。即无神论，伊写一个现状，我想要去西印度取经啦吼。啊，而且再讲西方取经，因为印度拄仔伫中国的西边，咱来看地图啊吼，印度拄仔伫中国的西边，所以迄边叫做西方。啊，当然咱进吼来当一个角度，就是讲我要去天堂，叫做西方，天堂嘛，咱叫西方。啊，不过真正的西方是西印度，印度里中国的西边，叫做西方取经的意思。啊，因为小说咧写较趣味，就是讲吼啊，西方就是咱等于迄西方遐，咱感觉上过一个问题。讲西方西方叫世界，啊，台湾讲大陆叫世界，讲西方叫世界，这种意思的呢。哦，我讲东方呢，东方叫做东土，东土就是咱这世界，西方就是吼天堂才叫做西方，啊，遐边遐才叫做东方北方。你讲我要等伊了吼，我要等伊南方，等伊南方是要先南方去，对啦，叫做西方，因为吼过去。过去啦，吼，我是家己仔咧想啦吼，咱日头对对出来，东边嘛，哦，啊对对落西边啦，所以西边代表啥？代表归属，西边啊代表归属，哦，南要转去啊，西边，咱是日头已经落山，啊日头打出来叫做东方，咱像咱人打出世。人打出世倒来着这世界，所以东方代表这个世界。啊，西面日头落山，日落西山，要转去就属于西方。哦，安尼，啊西方即讲的吼回头长的，讲的回头长，咱今仔日即期叫做啥？白羊期，白羊期叫做西属于西，东边属于啥？东边是属于青哦。做青年，所以较早咱学到咱咧传道的时阵，上介早，上介开始叫做青年，因为日头变出来东属青，咱咧五行吼，五行就是安尼嘛吼，东西南北中，东属青，啊南属红，西属白，啊北属乌，中属黄，啊这个五行，可能足济人已经拢知影啦，东属青，啊所以。日头打起来的时阵，叫做东边出来，迄阵叫做青，开始传道。互去信任56000年前的时阵开始传道。但是日头开始行到南边，甚至日头对东边走到南边，咱若注意看，所以人即个买厝吼，爱买迄个远南的，而且远南要有远山，啊你远北的就无啊，远北的拄啊远北，日头要走去北来，日头是南嘛，所以买厝的人远南的厝的。咱人慢咧买大楼，无你若去台南市买大楼，是远南的你咧买，远北的较少，因为远北日头照袂着，啊人看人是看死去，看人透北风嘛，啊大人是透南风嘛，啊所以大人透南风伊透无着啊，啊看人透北风伊就足着啊，看死去，啊大人咧透南风的时阵，伊定找无着啊。所以日头对东边出来，经过南边，南边叫做红属红，南方边经过属红，红叫红人期。所以日头伫青期走来到红人期，红人期走日头要落山，伫西边去啊，叫做白人期。所以青期、红人期、白人期，这三期。哦，所以咱今仔三期啦，三期关键。啊，到白人期落佫有无人，这是关键。因为日头落山了就。伊落去等候一间面，从仔才开始，伊才要对东边出来。哦，所以讲
到700、8年，所以咱今仔做业务的，我哋日头要开始落山，我互咱得着倒，你即无得着倒，咱下甲日头落山无啊，来着就无效，日头落山也就无效，你看袂着光明啊，即日头要落山的时阵，你佫看袂着光明，就当然这就是要你小心钓时的时阵，然后放这放红啊，你还要失去，你要日头落山落了，你无希望安尼，是这样呢，落来就是无效安尼，哦，6点7点嘛，这个时佫较长，有时啊6点佫长的，哦，你7点过后安尼，8点9点10点走后安尼，找无路安尼，是真找无路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吼，这个西游记内底主要的重点。那东山中得讲天中法师嘛，啊，咱是讲故事，哦，大家讲可以。天中法师，哦，伊离开东安城，啊，然后要去西印度，伊头仔又经过一个山洞，经过一个山洞，啊，这个山洞看来吼，已经是足有诶，哦，啊，生甲拢惨，啊，着涂骹拢裂也无使，无使咱知啦，迄山洞内底足侪拢坏啊。啊，伊看者也无使吼，拢无开业，无开业就讲迄拢无人去做。这山洞可能拢无人，啊无规个山洞做也无使啊。啊，伊但是来听你看卖，后尾若是甲钓问题安尼。哦，啊入去了看到一个物件，哪人啊哪毋是人，对啦，哪像一人物件，啊哪人佫一个点点坐伫遐，但是你来看吼，规身乌拢土，啊头毛啥物样？啊，拢做土甲，因为你看袂着是人啊，因为规身躯拢烟甲拢土啊，就对啦，入袂着，伊讲敢是人啊，但是看哪像是人，行较近的人看，啊摇的，真啊一个人哦，飞飞的安尼，惊一个人哦，哦，啊，就人叫醒，阿伯啊，你伫遮创啊？啊，伊怎醒来？伊讲我要等迄落吼，等迄落吼。迄个红阳粉哦，释迦牟尼佛来转世，我要帮助伊，哦，传道法救度众生。你要当释迦牟尼佛哦，释迦牟尼佛要还千万年安尼。你讲啊，我一个坐千万年，我毋知影咧。伊讲吼，伊坐伫洞内要当释迦牟尼佛出世。伊讲要当红阳粉啦，红阳粉就是释迦牟尼佛啦。当红阳粉哦，出世了，我要当法做的啦，要含释迦牟尼佛哦，都要传的啦。传话啦，我们早就讲过了，啊，哎呀紧，因为迄个时间啊，坐较认真啊，认真咱嘛较听伊。结果较早咧修的人哦，咧修了功夫若好个，你一坐的拢免食，免食的好嘛。咱今仔日坐咧一礼拜，迄个3斤鸡便宜，啊，你无食你就死拖，我嘛免一礼拜3工你也走袂了。早修的人免有当咱死到我无知影。伊有伊的功夫就对啦，咱即无迄个功夫啦，咱即个人无迄个功夫。较有可能，迄若医生咧讲的讲放假，迄无可能啦。人也可能坐千万年袂死的，对。啊，这安尼死啊！听讲较早释迦牟尼佛嘛是安尼的，释迦牟尼佛伫500嘛是几百岁以前吼，伊一世那做罗家仙人的，听讲伊嘛是坐伫树骹。啊，入冰的，我规个人拢毋知啦。头前个创啊拢毋知影，网络拢毋知影，妖啥拢毋知影。人家啥物听到咱毋知，人家伊个头生甲足重个，啊，然后要去互鸟仔做鸟仔收，你看有效无？好，我鸟仔做鸟仔收，啊，做鸟仔收了吼，伊有一工出庭醒起来，感觉讲吼头顶有物件，啊，有鸟仔伫遐飞来飞去。啊，原来我头壳顶有一个鸟仔树，哦，啊，迄个迄鸟仔树内底吼，佫有鸟仔人。结果伊讲安尼我袂使爬起来，我若爬起来吼，啊，鸟仔人叫跑的吼，佫徛去，我煞死袂使，伊佫继续坐，佫入顶。咱若甲迄鸟仔扶出来，拢飞走吼，你敢佫出来，敢佫出去？你较早释迦牟尼佛伫迄过去做一世叫做得给仙人，做仙人的时阵，这应该，那是到这应该。啊，这个是共款啦，咱是到这个，这情况。
坐千外年了，请来了，伊要搁入境，伊甲现场法师讲，我要搁入境，我要等以后平安期吼，明年要来出事的时候，我甲搁搭帮助你。现场法师讲，你莫搁坐啊，你搁坐咧吼，搁有啥人起来吼，伊搁错过迄个假期，搁无效，对，你规期吼来帮助我，我要去印度出境，啊，等下发着证件，你帮我发着证件，安尼就好啊，对啊。我搁坐咧，我嘛毋知，后尾叫人钱啊，毋知啥物事要起来。我这第三个啊，我规矩嘛，我真切毋是，我知影要做啥，安尼我听你的话。所以讲，这个是人吼，伊着听现做法师，规矩帮助伊，帮助伊。啊，伊讲，我来东土，我来西，现做法师，我来西印度出境，啊，你先转去东土，你啊等我，等我出境转来吼，啊，你甲我办个证件，讲好。但是万现做法师看嘛，你一区吼，做歹用，一区老酷酷，真正应该是老酷酷。你这个身躯你歹用啊，这个身躯你歹用，我帮你换一个新的啦。讲身躯可以换当新的吼，咱车会当换新的，身躯会当换新的。我若身躯当换新的就好啊。对，我今仔老酷酷变到臭的啊，看无啊，惊袂惊？我来咱换一区新的看好咧，但是咱有迄个定价。对，现种法师来讲吼，因为咱现种法师看安尼，哪有一寡情况？伊来讲，啊，这是人讲，伊讲换一区新的人，伊甲我同我做人，所以讲伊就叫伊做，叫伊去出事啊。伊讲你去长安城，你往东行去长安城，长安城有一间厝，有迄个琉璃瓦黄色的，就像咱时仔进吼，琉璃瓦黄色，就卡甲要顶做个啦吼，有诶。你去哪找？找迄个琉璃瓦迄个，啊，你去遐出事就对啊。好啦，咱就行到长安城，你去遐出事。迄真啊厉害呢，伊对出事就对个出事，要搁换一个新的人卡过来啦，换一个新的人卡。那交代了，现种法师就去印度，啊，出境，啊，叫人转来，过十外年，然后伊就去长安城，去找唐太宗皇帝。啊，当然迄阵大家人拢甲反应。皇帝嘛，皇帝，真啊，会使讲变吼，印度条上有名的人就对啊吼。大家讲迄个皇帝，当然是啊，总督大家较庆祝，啊，皇帝嘛较庆祝，但是现种法师嘛甲皇帝庆祝，来恭喜啊，皇帝，今仔日得一个囝。讲你咧讲啥我听无，我哪有得啥物囝？我就讲安尼啊，伊讲无，讲安尼。我伊就现种法师就甲当时来迄个修行人讲个话讲哦，来中间，我叫伊来面面，恁兜出事呢，啊是哪无？我是叫伊来恁兜去做囝安尼，是咱伊无来。结果现种法师安尼一个面面，开始关照哦，来出事面面，哦，伊叫伊去迄间，结果伊若出去别间，出去别间，咱这老和尚应该较早在做诶，哦，无法去，应该是无法度讲。不地中咱都惊伊，不地中咱若咧靠背看伊，应该是讲即个人不地中。伊出世就不地中因兜里嘛，太可怜了。这不地中的孙啊，伊孙仔就是不地中伊兄弟的囝就对啦。啊，因迄个孙仔拢爱叫不地中叫啦，是啦，就是因兜里。哦，前头我说讲不是人对啦，出世了有所在，啊，出世伫咱里。哦，伊个名哦，伊个孙仔名就是龟鸡啊。龟鸡，啊，龟鸡，啊，这是主要。啊，因囝当年个孙仔就7岁，还得叫。哦，啊，那当表演大概是个，哦，啊，现做法师知了吼，就甲东山龙讲，你用皇帝迄个团来命名出去。好啊，东山龙迄个唐太宗就真正叫迄个不地中的孙仔龟鸡，叫迄个修行人就叫来出去。啊，修行人经过伊出事，伊拢毋知影过去是啥，伊拢毋知影，毋袂知啊，毋知影讲伊过去是修行人，啊，伊就知影讲我出世即个家庭，我点钱嘛吼，爱佚佗嘛，即岁仔面嘛，囡仔人就爱佚佗。啊，要叫出家，伊无爱啦。哦，我先等下好，叫我出家去食
要买热呢，哦，皇帝有那袂歹啦，阿咪讲条件，因是皇帝是通现状法师特好啦，现状法师甲唐太宗讲，你通讲条件，伊讲啥物条件？你讲出答应就对啊，只要伊要出家就发明中就用答应，对啦，唐太宗就同意了，安尼好，我讲条件，伊就出家，规矩就讲，你要向我讲条件，安尼我开三个条件，你若答应，我就出家，看你要答应。皇帝讲好啊，你就讲啊。第一，我做爱啉酒的，你若要叫我出家，你要出家迄天吼，我爱一车酒对我行。啉酒，我都袂要来啉。你要叫我出家，我就要啉酒。唐太宗讲好啦，我就答应你啊，啥物条件拢答应你啊。一车酒啊，对你就是啊，你遐啉一百块。你迄个规矩嘛，毋知影讲会答应。市民讲都袂使啉酒，你都硬硬答应我会使啉酒，我较有听话。我规定个条件，我这人做爱食肉的，我要出家迄天吼，一定要对一车肉对我行。我要每天讲我食肉，咱总太会使咧收人，对。你讲饮酒，我要说我会当答应，食肉才会使答应，出家要食肉怎合理咯？你想想，我得往前我是讲好啊，啥条件拢爱答应，出家要答应。规矩嘛，想不到讲唐太宗会答应。想讲食肉伊一定会答应，结果伊也答应，讲伊出家也要食肉。安尼我规第三条件，我出家迄一天因为我是长小的，我咧随做囡仔，我有当出家己，我假如你讲爱对一车的迄个美女对我行，这个人食酒，家己人搁食肉，搁爱后壁搁一车的美女搁对伊行，是敢闹遐条。唐太宗我安怎照常答应，规矩讲我惊一个，你若答应我，你既然答应，咱大家讲好啦，我对你出家我袂去出家佫袂使，我袂当讲大皇帝凊彩讲的嘛，对，袂当实验得为嘛，好啦，就安尼做勉强的，就安尼做无啥欢喜的，就真啊，当出家迄天一车酒，一车肉，一车美女，浩浩荡荡安尼倒去到迄个庙寺，安尼开始要出家，准备要真正咧食好年了就对。伊去到遐迄个庙寺知影伊要来了，两边摆足济人，拢嘛欢迎就对啦。像咱即若要去新南山时贵宾来，大家叫面，也包包解意吼。口天地讲，讲甲咧做后壁咧咧欢迎即个规矩来出家，袂使讲太大呢，别人要出家就安尼，拄仔伊出家啊，偌济人甲欢迎，口天地讲安尼讲甲讲稳定啊，结果伊去到迄个庙寺，听到迄歌声，忽然间醒起来，原来我就是过去世就是迄个老修行啊。我迄阵答应讲天竺法师要帮伊完成经典传法。我今仔日来见啊，所以讲迄阵伊醒起来了，伊就讲，这三车拢马车，我今仔日专心真正要过修行，出家亲近这是一个不是下的人这个故事了，飞机禅师的这个故事，所以开始帮助迄个观众，迄个天竺法师，所以他的得力助手，所以人吼，你若见贤思齐，看迄个修行人，过去世咱修到认真，伊见识生命，我唔知啊。但是迄个歌声讲了了，我袂醒起来。咱大家想看，其实咱过去世可以嘛，修行人，只是见识了吼，变一下，但是人若要叫咱来救号嘛，你讲放假我唔相信啊。叫来救号，但是爱多生命咧，就是有可能过去世咱修行人。只是讲这还无感觉，因为还无够，伊还无发生。咱若发生搞不好伊所以过去做地铁的无代表永远地铁。你若看见做地铁，迄个地铁，你唔敢放弃。有一天伊的亲戚搞不好对你来，搞不好伊就亲靠伊就比你较方便，咱无一定人见识见识。所以这是经过的一个代志。当然这是大家一个
故事啦吼。那么这个吴新坤呢，伊就甲这个故事，精彩的故事来转做道理，啊，然后伊创造一个人物，咱像讲师傅讲伊捌家三号证，这是迄个吴新坤写小说啊，这个吼，伊另外去教出来，伊是通常讲属于，现做我说记忆多也无啥物地捌家师傅，写小说咱要甲教的，但是伊是牵一只马，现做我说要去印度又牵一只马，因为若无马轮啊，你看免怎走？你遐济经典，遐尼济部，咱即个册，你这一本册内底足济字的，搁若万字，较早的册无像咱即印刷遮精良。你一部册本来到无人讲吼，你规部车的册，你是规部车的册无济啊。较早规部车的册有可能是咱这一本册，你知影是？你这一本册，迄字写啊字啊，你写一本啊印刷遮精良，较早的册拢是。迄个有可能去纸吼出走的，字足大字的，迄有当时一本遮大本吼，要输咱咧一本册写安尼。所以较早一部车的册有可能是咱一本的精华本安尼嘛袂停。所以讲伊要转来，伊知影偌济物件，然后开一只马，要去家己买套。所以迄阵是买一只马，啊对伊啊算一种的，大赛啦是讲载多册载多物件，伊只马也着。其他的，只是讲吼，伊来用一个小说来写较精彩。那么咱落来了，咱来讲内底，最主要是要讲这，咱这个讲来听，讲到伊后面，你若要讲小说啊，这精彩了，变来变去吼，这是这个但是信息的话，你对咱有利，其实这种物件吼，你看咧，哪像古早的，对咱像，若好这个物件吼，做香的做甜的吼。外国迄边是这拢无，所以讲人个医生就讲，你治的方向啥？红油啦，或者是啥，你拢方向啥？爱食较清，清淡对咱的身体较好，大家清淡的无爱食，清淡的无爱食咧，拢爱食较重味，其实重味就是红油重盐苦啊，就通讲无，盐酥鸡甲无爱用炸的，用迄个，医生咧讲的，要少莫少食。咱食的拢比咱身体有够，啥物吼，胃啊、大肠癌什么的，一大堆。咱这个食啥吼，食较伤好。较早就是食了无好，营养不良，咱真食了伤好，就是有病转去啊，安尼拢无啥吼，中这个。所以道理看来袂遮无味，但是你若吸收袂落，对你有好。道理就是安尼吼，袂遮无味哦。所以道理要听，道理听济条的，你境界有够。咱大家想，讲今仔日吼2、3点钟，你来当我如果不讲坐物件坐到足欢喜，虽然讲说讲了足歹听，道理足袂听无，但是我嘛是来听足欢喜，安尼你境界有够。听道理是看境界，安尼吼。所以就来了，咱来介绍吼人物特性，家己咱看着即阵咱就知影。所以咱即两是介绍东山庄，到底东山庄是咧写啥？伊是代表着啥？东山庄咱来看过西片吼，你会感觉伊戆戆无？伊啥物拢袂晓，拢伫遐讲甲解救，拢伫遐因地主来解救，伊就是吼，但是足自闭，人足好，但是就是戆戆无灵，这是西片内底吼一个形容的特色。伊代表啥？代表咱的故事。你讲咱咧有时太戆戆，咱有时是足厉害的。啥物叫做不行？不行平等的吼，无高下。迄若伊上书咧讲的吼，狗仔嘛不行吼。毋是讲伊做狗仔伊都不行啊，狗仔嘛不行吼。所以不行是平等的。但是不行平等吼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咱咧不行，伊是属善良，但是安怎？无恶吼。地袂开，这话足重要。咱咧有善，你无恶，你有恶，伊必有会显示。所以咱之前咱爱伊是咱人拢无善。但是咱袂辛苦啦，咱人不做吼，人伊坐了唔做坏。我袂当讲我心我
要坐啊人哦，袂当。哦，较暗暝着阮共款的是啥？有新闻共款，这无偌无计。但是我的是袂晓看，我的 TV 袂晓看，我袂当坐遐。哦，所以讲，咱每食拢一点不行。这美国，这是一不平等。这点不行吼，你必须爱因有学道、办道去实验。你的护士教我讲，你显示着伊个功能，安尼叫做成分。哦，安尼啦，所以讲东山庄安尼看。但是伊经过了足侪个变，拄着伊拄则有吼，拄着足侪代志，然后安尼变，经过出兵了，人地位就大歹。哦，伊若生活讲收起来，逐地不改项目，逐三号种项目，对，然后打遐个项目了，落来伊就变一个做地位成熟的人，对啊，哦，应该就讲，所以东山庄咧代表的，就是咱每一个人代表的是，咱大家拢一个东山庄，咱大家拢一个东山庄的，就是讲咱大家拢一个东西就对啊，不共款的，我看见家己咧，我看见家己。你有时，所以你会食饭，你会讲话，你会想代志，这拢是你有时的作用。但是咱种较个地位不足，为什么你袂学道？所以为什么要叫你来求道？求道了，互你学道，叫你，互咱听道理，去求道理。为什么爱去听道理，去求道理？我有求着道啦，无够，求着道了吼，地位都袂稳。伊伫个经过道理来研究了，经过一个过程了，然后你才慢慢地位提升。所以咱种大家拢咧出兵，咱种是东山庄，东山庄咱种拢咧出兵咧。有当时你的生活讲吼，迄只狗吼跳来跳去，你会当安怎样？有当时三号钟吼，迄个妖怪三号钟，伊是妖怪哦。迄妖怪若像咱人个迄个七两心吼，你会想要害啊？这你拢爱来收起来，所以讲咱大家拢是东山庄，爱慢慢一点一点，咱的心中内面做者让它收起来，所以代表咱以前的故事，这是代表，所以大家拢是东山庄人吼。在圣经有讲一句话，圣经若后面吼，会当背人捌字的，你就来背者，无几字，咱自在菩萨行经发这无咧，都是教给我开放好一些可以。下面就是故意故意是这些咱若念圣经，念圣经是要念互啥听？要你家己听。你的心内底就无经，你要念互家己听。所以为什么在讲？你看，咱第一句来讲，观自在菩萨，啥物人是观自在菩萨？咱讲观世菩萨，会使来讲，但是观世菩萨是你的心中。观自在就是你家己。咱若咧讲三宝吼，咱应该捌听过三宝嘛吼。三宝就是咱咧逐日解说啊，而且伊无啥吼，咱讲到足清楚咯，大家安尼讲。你咧观即个珠，啥物叫做珠？目睭遐一片，看伊有味的无？大家看，知咱就遐有啦。你讲三宝，讲即个咱解说。目睭遐迄点，主要迄点袂晓。你家己，你爱看卖啊，有味的无？所以迄个东山庄住伫底，你知影啦吼，住伫遐。是哪个点？咱若毋知影吼，伊倒哪有咧讲三宝要来听，爱听好清楚。对，迄大遐就一个自在伫遐，所以咱咧了解讲，咱人观世菩萨共款的一点事。这足宝贵的哦，真正你厉害是迄点哦，迄点若走，你这身份都无效。你无想我生咧偌缘投，我生咧偌水。我讲你缘投较水吼，迄点若来落去吼，你偌缘投偌水啊？对，咱人讲雨吼，咱是雨口。你这雨迄点吼，若来抽起来变死呢？你讲偌水的味了，无人敢买。你讲你偌缘投偌水，你倒伫顶头，啥物人敢买？大家若去到我落去，了扫着。我咧好尔，你个高准尔，你看人等尔，袂高准尔。只是讲学道的人，学道了吼，等于有辛苦落去，明来笑，思想不满。学道人真正有见到有死过人真正，
啊，如果你若无遇到无收倒去，规身躯会讲，遐面敢有较歹看死啦，爱变成愈来吧，较歹看死。人若无遇到无收倒转去吼，规身躯会讲，你若吼，我有一个同事，伊本来就中风，啊，本来是要操作，啊，伊中风去到要一直收药，啊，然后我收药，啊，迄天我要上班，我对头，啊，上班我看到这一个休息啊，以后咱比咱这较黄，地的，我这了解好势，个好个我呀，当然甲10点外11点，我咧同事咧看面东，伊咧都叫人上面东上面，你若叫袂醒啊，等头搞个。8点上班伊搁坏哦，甲人差不多10点外11点，咧去地面讲发现伊转去，啊嘛几点转去毋知，咱是个地面都看伊，人去袂搭叫人袂醒，迄个人咧叫救护车啊，叫人逐工落来，我遮来讲，伊过嘛无偌久，你若我互你做做上早，你8点转去好啦，无可能啊，伊8点上班去看好，你9点转去。9点转去，啊，到10点外11点，我讲伊过去5点钟，伊面落来时阵吼，是本来我看伊吼，伊坐安尼嘛吼，伊个骹小可跳跳，啊手若小可跳跳，你看安尼就开始变硬，你看，所以咱了解，咱学做人都无共，我爸爸吼，看明仔转几点毋知，因阮外面人话我有正嘛，9点，伊个伊个伊个所谓伊个放尿嘛吼，伊放尿，伊断二楼，啊看对楼骹，伊准备收班，9点去好就对了。啊到差不多无11点，9点去出来，啊11点去出来，10点好，到半暝3点，我看到出真济，伊也看伊好，伊个3点去甲转来，安尼，伊过半点钟，几点转去毋知，反正就3点安尼。啊，互我转去来看，差不多5点。因为差不多应该是半暝后到12点嘛，啊，到5点，伊叫5点钟，我来牵伊手软些。因有够自强，真正够自强哦。到尾日晡下晡4、5点，你看伊过12点钟，日晡规身啊面真啊透。这就是互咱印证讲真正有求道吼，一个事情，因为真在讲诶。啊，咱无求道是迄面吼，一点啊你撇起来吼，你做歹看诶，一五角一死就插出这个。所以咱了解讲，咱逐个有事，哦，伊都有事，啊你爱去修，哦，啊其实真正咧宝贵诶是即条是即个外表，即个外表吼，你着抽会更较水诶啦。啊，当然咱就求得了，当然是较好看。啊，虽然较好看，到尾嘛是拢会看。哦，虽然较好看，到尾也会看。哦，所以有啥物在讲行亲，或者无论倒，行亲等于讲你要认真去修，认真去做。哦，或者是你诶地位，较会生。哦，咱今仔学到，哦，大家有啥物要做就做啊，今仔日倒体育班，啊，迄个后尾摆倒啥物班？啊，后尾我做体育班，哦，班一堆啊，拢坐了要听道理，啊，无就我要去做大人，要去做房东。伊先生当初做的工作叫做啥？行亲。你今天做拢行亲，较济咧。你无安尼做，咱地位袂规咧。咱大家是有是无毋对，但是你要经过听道理，啊，办道，啊，经过这个过程，啊，地位袂规，河路边，啥物叫河路边？河路边就是要有老杂，差不多食的河路边。河路边叫做倒彼岸，在印度。倒彼岸，倒彼岸就是讲你已经解脱啦，啊，解脱啦，啊，无苦啦，到西方迄个倒彼岸，就是讲你已经修行啦，迄个倒彼岸。啊，所以你要倒彼岸，你爱行亲，爱去做，爱去修，爱去听，你的地位会开，发就是地位，你地位会开。所以听道理就是你开咱的地位，听道理就是开咱的地位。你地位会开，你想代志才会清楚，你才好袂通。袂安尼拍
想会几甲想袂几差不多，想袂几是去自杀的，想会几是要去佚佗网络的，对啊。你看想会几到想袂几一念之间尔呢？这一念之间就是生甲死呢，咱有感觉无？你嘛想讲这一念无啥呢？一念就是你的生甲死的一个界限。你有法度突破，你个家己头会开，就是天堂；你无法度突破，你家头袂开，你就是地狱。我真做人，我待你地狱，当时做人比你地狱较艰苦，知影？人甲你歹过吼，人讲生不如死，咱把条件做过。人甲你歹过生不如死呢？哦，啊当然好过的是怎么啦？一点不个，就是爱咱避业鬼，哦，爱避业鬼。所以爱现金把这个人得，然后甲有法度教给讲解讲，你甲有法度去体会到啊，世间一切是空的，这爱是啦。你讲空无可能，你台湾骂一句，我哪有可能讲空？你今日若我都认真修到尾啊吼，以后人甲你骂一句，某某人啊，你吼做人失败，甲你骂，啊你若心空，哇，你失败就失败，对，失败不要紧。啊，你骂你著大家来包容，表示你有心，你有够遐咧想会开。我若你无够想会开吼，你著安怎手骨闭起来。你讲我做迄个天，你咧做外口，啊，开始啦。所以一个家庭，你看，一个家庭吼，先生心无空，太太结婚话吼，比较大声。太太若心无空，先生免话吼。要离家出走，啊，这个家庭啊，就袂晓囝兄弟，乌龟无咧，到家己巴走，你想，迄是足艰苦啊！啊，我讲你食歹无要紧的，我妈妈教我，你看我食较歹无要紧的，啊，你问兄弟安尼吵吵闹闹咧，你兄弟吵吵闹闹，你互我食做好嘛无效呢？你心内人生你食偌好，你食个，迄个意思，所以爱修，即个苦解了。伊做咱大陆一阵大三宗，啊，会好好啊维持行清，他这分领导，的时阵到时候你才会当照健康解放，一切你心袂苦，一切你苦，啊，你着苦业，度一切苦业。所以要度苦业，苦要当啊度，毋是先本来来度。你嘛想，哦，先吞终于大，神通广大，无法无边，伊会当把我的苦拢总收起，互我一般都无苦。其实咱来遐搞，咱今仔免钱，只是讲在艰苦的，是毋是咧？咱大家想看卖，你苦咱咱家己去了呢？你家己要补好，安尼乱七八糟，谁知道我度啊？你家己要想会开，谁知道我度啊？你是咱家己做的呢，嘛去怪谁呢？怪个谁都无保庇，我心灵是甲这愈修艰苦，愈修心愈烦，愈修身体愈歹，哪去怪不错啊？怪公平就无保庇啊，迄个这个无保庇啊。你我想到今安尼吼，安尼烦恼遐尔济，我遐尔济是咱家己的问题。有啥物你要过遐烦，遐个烦恼，有啥物你要想袂过，这拢爱咱家己去行。啊，当然先做伫边个甲咱做，但是到尾也是咱家己去行，不能成不能败。啊，这是先做会当甲咱铺一条路，你有拄着啥物危险，先把家己过一下会使。有啥物约束，家己过一下会使。但是真正咧修，是你家己咧修。先生，我都给咱去，刚才先生我都给咱去就好个啊，我旁边的其他难口，你知道我修修的，我这种改造啦，我修的是家己的改造，安尼啦吼，这是迄个东山宗代表的一个啦吼，啊落来讲，孙悟空，啊，孙悟空，人讲心阿上高啊。啊，拄啊，迄个东山宗是咱每一条不是，伊落落有足足在线不精在我点，拢足于平等，各行高啊，这小心讲的，是我讲的，高啊嘛无是这个于平等，只是高啊无修，啊做业去做高，啊咱做人讲半仙半王做人，啊你若做较好无求得做起练习，安尼你啊共款嘛一点袂行，啊你若咱求得修得，以后超生了顺，拢免做。共款一点不行，但是伊个赞助无共，看伊安怎做安是。落来了，这孙悟空咧讲，咱心高，啊，对于成咧写说好做意思。
这个无偿的以的选择，我都写出这个例，伊就创造一只狗，心态狗啊，心态狗哦，这只狗伊个意是石头孵出来，是不是啊？你小说就是安尼写，这只狗伊就是吼，这个石头吸收着山地天地的灵气啦吼，啊然后吼，我孵出一只狗啊出来，啊这什么就是安怎狗，这只狗就迄个叫吼出来，啊为啥物讲是石头？太别你形容对啦，咱讲就讲一句，出去无时无比意向，这个叫向，这个向就是向的方向方向，啊古早伊就写向啦，其实伊的意思就是方向向，就是讲出去无时，伊咧讲有即个讲即句话，就是讲咱人的心，你咧喙要意味，无时无准，有当时你的心向向啊，有当时向向啊，是毋是？迄叫做出去无时。我比伊用咗唔知伊要走伫对，这叫做心啊。讲出咧写出句话就是唔能解释。你用咗唔知哪出来，那就生活方式一个好讲出来，用去布一个生活方出来。我讲啊，遮咱恁逐个咱看家己的心。刚才我坐伫遮听着，你听着你5分钟了吼，就一个心嘛走对呀。啊，等下去倒转来，啊，啥物事去倒转来我唔知。啊，安尼啊，等下要到走去对我嘛唔知，是不是？咱的心就是出去无时无意义哦。所以咧，伊咧讲咱人这条心，啊，这条心为啥物叫做狗？心哪像狗？狗的特色是啥？咱人看狗咧爬树包，安尼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跳，后面走遐，后面走遐，咱也去倒用插山，插山咧爬山吼，迄狗一堆，哦，有当时会来抢物件，你要叫伊袂变，你要叫伊袂跳啦。哦，伊一个逐日抢吼，啊，拄着咱走伊啊，走去树仔顶，走着对啦。去插山啊，你去倒用的插山啊，要爬山你要注意，摕物件。你想要食，我会讲，你无通食就来抢。啊，真正你若讲今仔汗水过大，寒天互伊看，伊真正走来咧抢。啊，狗仔就不袂有啊，狗咧食物件吼，你若看狗咧食物件，伊透伫喙咧，啵，伊拢挤来边仔食。看落，看狗，真出奇。今仔挤来食，伊会愈食愈济，其实无吞落去，但是伊就是食到只狗吼，安尼旁边边仔当做，伊嘛要去食，狗就贪，所以讲迄点吼，迄点拢心狗咱来用。其实伊咧写吼，迄只狗就咱来用。啊，人有这种心吼，啊，人就是即点心，所以讲你会安怎，囡仔有看法。人的心，你的心内底有这。伊若你若玩具互伊，哦，伊足欢喜的啊！你算算的3工了，伊要爱心的。你若搁摕一个无共的互伊，伊规讲当你教，伊要爱即个新的，是毋是？哦，佮家己算了做好算的，佮算20万，这1礼拜2礼拜过啊，大家拢算这，无新鲜啊，无想要算。你若搁送伊一个新的玩具，哦，那足欢喜的，新年旧嘛，你那边有看会出来？其实那个都代表了这个欲望。遐要无遐，要无，那像狗共款，要我一个心吼，安尼，那像迄狗，那像迄个鱼狗啊啦吼，迄个心那像迄鱼狗啊，你看错狗物件，你若是赞敢是鱼狗啊？咱的心啊鱼狗，叫狗咧，外面狗咧，啥物物件拢狗样，心就是鱼狗。所以这个心理人重要。心理人敢袂出筊的，有筊的咱拍咱电视，咱捌听过，我捌听过筊吼。啊，哦，你这个人有阴谋，阴谋无够，阴谋敢是人，阴谋，阴谋无是来个，阴谋你毋知影，你毋知影这到底是假阴谋，阴谋是你知你干嘛无伊啊，迄个阴谋啊，哦，我记住。我要爱你，啊，加爱钱起来好无？啊，你也知影讲我要爱你的钱，啊，你就是甘愿骗我，我哪有这个人在讲？因为我有用，我当你心甘情愿，你通加爱钱起来好无？
你安尼听人嘛就明白了，哦，伊就知哦。你看咱这个手机啊，手机啊伊安那设计，伊一台比一台较好用，一台比一台较水呢。你即若要举一支手机，拢像较早打传黄金光的上面无？你看，这个华语水讲真个小小个吼，迄个设计手机啊，拢袂改变啦，袂改变了。永远手机啊，就是一支遐大机仔就黄金光的安尼啦，定咧台湾。你看你手机过无？伊就是讲精细化，你做好注意。啊，那个黄金光的了来就是迄个摩托罗拉的迄种，还是诺基亚的，一些物件。我较早吼，咧坐飞机，啊，迄阵拢台湾都有当有，啊，大家拢坐飞机，啊，互我若去到迄机场吼，伊个机场拢展示柜，啊，展示柜拢会放一包手机啊，上面讲，我感觉我手机好水的，你若一些物件，哦，啊，一个型哦，造型。诺基亚的、摩托罗拉的，迄按键式的啦，是咱进的迄个智慧手机拨键，是迄触控的。你做咧看，我足水的呢，但是你搁经过外国，你会感觉推，无好看。而且你会感觉无好看，因为咱明年搁出一支搁较水，啊，明年搁出一支搁较水的，你会感觉一年比一年较水。啊，你着换手机啊，啊，你若要换手机啊，了解到，两种地咧。你真正订叫伊，无是第一种，第二我就无钱啊，然后无钱我就放弃啊，对无？我手机放弃啊，无钱，无人去买较新的啦。啊，若有钱我就去看嘛，嘛是解啦，啊无就是有钱。啊，就是第二种，这叫妖魔，所以讲即个人你看，你看衫咧做共款，伊就是明年佫有新的款式哦，啊后年佫有新的款式哦，安尼，互你会想要买啊。物件就是遐一人做。大愈无共，伊去差咱人，你叫妖魔。啊，你嘛知影讲伊要偷外钱，哦安尼，你知伊要贪你的钱，啊你着甘愿给互伊。我咱这个车吼，你也看这个车，你有注意着车无？这个车无像较早安尼死死角角，这个车流线型，不管哪是石的，还是讲啥物phong卡石美，还是讲迄个，啊你啥物牌子的，Toyota、啥货拢好，你注意下。最近这几年出来的车拢是一定有机会，哦，你做较足水，无你搁做像较早咧死死角角，你袂袂水，我无骗你，哦，你做较水，因为吼，人你时时见少，过去用过的无啥物用啊，伊即个搁爱一个较新颖，迄叫做哪像咱人的心哪就高，拢想要爱较新的，啊调来就要爱啊，三轮车都要爱，好像猴子一样跳来跳去的，所以生理人一跳。伊就用即只来看你样子，啊，你嘛共款摕差好，我就明知影讲伊要偷我的钱，哦，安尼啊，伊做较水，我无人要，所以手机啊，这人要骗单以上就少，哦，骗单以上就少，我差不多讲啊，迄个合约到啊，到啊2年的合约，我该换一支新的，虽然讲这支个会用钱，但是我就是要换一支新的，因为钱换了较水，啊，好是讲伊搁较好，啊，伊若无来做水，你也想要，你也想要。迄个题目啊，咱人，啊，落来咱人看，咱这个伊这基本内底吼，顺毛通，啊，猪八戒叫做猪毛莲，三毛精拢是毛，物质类猪，为虾米毛古成分都要拿伊名都要号是毛，这个大家讲啥？咱学道的人爱毛，按毛甲知有啥物无共？我知影啦，我昨去听到伊个讲师讲咧，我知影，知影甲毛无共的，知影是知影的。毛就是讲吼，毛知影是你头家的代志啦。啊，我头家这个做好业的，我记会起来。安尼你知影是你头家代志呢？毛是你身体的代志呢？赞处无共呢？啊，有毛的人就感受，感受伊就安尼会发生，会发生伊就安那，会深口会烦恼，你这就毛。所以咱大家，你若已经感觉哦，做足好哦，感受足轻松，但是我无路，我袂晓讲，但是我就知影足好，这叫做毛。啊，你若知影做，你要请教足简单诶。迄个你若无，你请教足简单。哦，无请教咁简单个情况。哦，其实请教我咧想无简单诶。你若啊，我知影啦，我知影请教足好，
8秒，啊，迄个食起来，但是你若无摸，爸妈甲叫你，早点无好咧，早是大家你知影迄个有听过，我是伊有迄个神经，迄个感受，你个神经，迄个感受，你不改发生，你咧做代志够难，哦，分我改就改，我对用一个，哦，伊讲吼，迄分，拢迄个我无改啦吼，迄个绝对莫一只一个叫改分我。后影，咱若甲后伊真正摸发生的时阵出来，足厉害咧！你看看迄为啥咧？摸就是叫，你知影无摸得，所以咱讲原理，原理就讲你个关吼，爱有你个心内底发起来，你懂无？你个关内底若无迄个真正迄个摸的一种的发生吼，我无咱个做歹做啦。哦，咱你行嘛，无咱你行袂行？走袂去咧。你要行道，你心内底无力吼，咱大家免讲啥，坐一只去。你要坐一工的，咱是坐一半尔嘛。啊，你若要坐一工的，咱来讲坐7工的。你若无搭起来，你是坐袂落。哦，啊7工我就赶紧过啊，咱遮话到无差嘛，应该要过7工的来。较早迄民国70几年的时阵，7班，再甲引进的 SUV 迄阵。即工坐咧，迄内底若无力，你要记坐7工，啊，有一个有法度，一个包厢包间，哦，后来去学，啊，去了来，计偌久互伊，咱遐高阳咱客语班条件，咱遐要来客语班，啊，我请伊来陪班，9点我来，11点就我要转去，我有代志要转去，啊，互我过2工去到公司拄着啦，啊，你到时咱10点就要转去啊，哦，这个足艰苦。这是艰苦诶，所以咱伊这坐最艰苦诶，2点钟行来艰苦，啊，一个叫伊去抓山头台啊，一个叫伊去爬树顶，对，啊，一个叫伊说去远做事啊，啊，来艰苦坐伫遮，你一人共唱，哪会坐袂落？无力啊，无力啊，所以无力你行坐伫遮就坐袂落，啊，所以咱逐个你若是感觉我做欢喜在到遮上班，你互你搁停1工，我嘛做欢喜坐伫遮，表示你有啦，你一定无。只是有当时要讲，有当要怎讲嘅，你有当时嘅，这就是以后你要等于西方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一个义务，一个条件。哦，你若无法度有即个人坐伫遮，你等到西方也坐袂了。有够边仔人逐个嘛要等去西方，我连感觉要等去西方，你若无手，你西方你看袂了。哦，你无迄个摸无管，你西方看袂了啊？为什么安尼讲？因为西方影你嘛是讲西方影吼，啥物都有金条件，然你一定是这样。搁有啥？无西方就足清净。啊，你心若无心到清净，你咧等于西方你来怪掉。到时讲遐无聊，我无来啊，我倒来做人干的。所以爱心的，要你等于西方爱心爱心无清的，这心到这个爱动的。你若讲无动，你搁去到西方做，搁遐认真，要爱迄要爱迄。哦，我来到遐，我爱这人爱动静，这人无经济，我要落来看干，你讲要来做来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讲伊讲要求，谁都较快点，哦，所以叫做生活空，啊，伊叫咱咧悟空，悟啥物空？啊，用遐认真爱悟空，悟世间一切皆空，世间一切是空的。你讲我无，但头先我讲。其实你悟世间是空哦，你要用时间来理解。时间，你真个看看，啊，真好看，即句话听落来，你敢是足深呢？哦，我歹听，重伤，甲我误解，甲我误会，甲我诽谤，你敢是我袂出深呢？你搁经过30、50年，你搁倒来看，无啥，真正无啥。世间真正一切拢空，你只看一个你搁经过30、50年，都无啥。啊，我爸爸咧，以前我以前好亲，我大概在5年几年细汉，我大姐结婚，啊结婚时阵，我爸爸一个食菜尔，我全家拢无人食菜，全部做点点，我爸爸一个食菜，伊就要坚持放菜，袂到要炒豆芽的，我这边个袂到要炒豆芽的。我妈妈嘛无
啊，当然迄阵你互念的感觉但是你经过较近的，经过60年、40、50年，你会感觉，搞不好有人都袂记得啦。迄阵大念的人、甘的人、真人毋知影讲伊甘的人，但是过遐久啊，佫会记起即句话，迄是我吼，即头壳佫会形成，佫会知影即件代志。无我若佫较歹的，记礼拜的时阵，你是嘛毋知有即件代志。你在想法在想法，伊佫经过30、50年，你咧看，吼，较早我看嘛，我行变，啊，你想变完变，但是你即来看，讲啊，早咧小可代志咧，我较近的大家拢已经淡化，时间会淡化一切，那么听过一句话，时间会淡化一切，时间会去淡化，你经过代志，有了变好，所以世间是唔可能。你去看人拢你会面讲，你会感觉拢毋是啊。我爸爸90岁开放，我甲变变面面，笑笑的，哦，一张相片，一张证书，一张迄个证，消防队的证，哦，较早嘛真打破，那消防队的，迄是较早30几岁，啊，这90几岁开放啊，其实你搁看到等于较早咧做消防队的时阵，你长梦，张把名啦，是毋是咱大家你老菩萨？你即若8、90岁，你若想你较早做囡仔的时代，是张把名。以前做囡仔的时阵，感觉讲打了真苦无，你今仔8、90岁，你会感觉你真苦。迄拢种话拢空空无，你搁找伊倒转来呢？找伊倒转来啦，话啊无。真老的是啥？你会做感觉。我有一项英文对你较调，你会做，你会讲，你拢袂会。但是过去足侪因缘世事，会啊。世界是咁方便，你若想讲吼，你找我诶，你目睭若见见无一人见你，一项这辛苦也是你诶。你会想讲，哦，我这辛苦我诶呢，你袂使甲我伤害呢。你是我诶，咱哪里等你？你著实在后尾啊，后尾甲你烧，要甲你打，要甲你动，无关系啊。你若讲这辛苦我诶啦，你若等去了辛苦，毋是你诶，实在人你处理啊。后尾用打，要用烧，实在人。哦，咱若理会有，你就会感觉。你会感觉讲这辛苦真正毋是你啊，我感觉有咱这头无啥，比如讲我妈妈，伊90岁，伊咧行吼，当遐一骹要去，无啥会去，要画无画较严的，伊叫伊讲吼，互你甲我画过，画袂过，咱人甲骹，人这人要画，啊较严毋听伊，伊若听伊咧，有当时咧食饭吼，哪会画落来呢？啊，喙是我诶，为虾米我搁有物件挂落来？我著控制你诶喙呢，控制你诶喙呢，我著控制你目睭，我著控制你诶手呢，手是你诶，你讲要出去，你偏偏人毋知你出去，到明呢，哇，你会感觉，当然家咱老人因为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即个辛苦慢慢吼，都无要我用啊，骹无爱用手，无爱用目睭，无爱用啊，啥物拢无爱用啊，这样吼，所以嘛是有辛苦啲，以后嘛辛苦。以前伊毋知讲拢是你，以前参与处境拢是你的，世间吼空，爱咱即个爱想啊，啊，当然我爱讲人是，啊，讲你好，拢无离我即份歹啊，一年啊，一年一次啊，当然咱免以为咱着好啊来用啊，但是爱，咱若毋是咱的，咱着放啊，迄是安尼，是讲叫你吼，迄毋是你的，所以讲我不爱讲咱台湾咱毋是我的，你听到我讲好听，啊，毋是安尼意思啊。OK，进行咱讲其中一位，讲其一。啊，咱了解讲，到尾也变是咱，失恋啊，世间一切是苦。再来，内心爱苦。世间看出世间一切是苦，你来上解着你家己心爱苦。你心若无苦，外人苦，咱也苦。你目睭内底袂使有物件，你若有一条线就好啊，你会做艰苦啊。咱的心啊像安尼呢，你心若有底着一项心事。你心内底一个欲望，你会做艰苦的。心上解好的，就是你心空好。你身躯你若要行作远的路，你排一包50公斤的，哪像人咧做美国轻轨排50公斤的？哦，你看伊会当行偌久？是毋是啊？啊，你若拢身躯拢无排物件，我要行出去啥？所以我讲出讲吼，尽量拢压低，物件拢压低，剩倒来就是一碗胡椒，简单的就好啊，吼。
年纪个大爬喺大呢，啊行来行去，啊伊家就跳啦，是这样。所以若即个我讲是早就小鱼包的啦，啊，这我经历简单，较就对，所以讲跳起，如果你讲个，你的心嘛共款哦，心情愈放愈好哦，你会愈轻松，你就真正感觉放心都会宝贵哦，心内底作统统底啊吼，底袂落啊，遐一件代志，遐一件代志。啊，你心内我著讲吼，代志来你会当放空，所以修行啊，咱会讲安尼吼，较有可能。我拄着即件代志，你哪有可能？你叫我放空，我无可能啊，我一直搭歹啦，啊，甲你困到也歹啦，你要叫我放空，我无可能啊。所以真讲袂记就是安尼，一定要歹做这代志。咱个代志还袂了吼，歹个，今仔日佫加一件佫歹个，后日佫加一件，大家伊个心啊，就心要放空足困难个，所以爱修。无修无，哦，得嘛。你无修，我要放假哪会遐简单？修了，你家己会清楚，啊，家己会体会，家己会改变。到尾啊，本来你会底10公斤的，你只出5公斤。比如我讲，体重较大，本来底10公斤，放下5公斤，剩底5公斤尔，你就较轻松啊。你继续修，哦，啊，你以为愈来愈悬，啊，身体愈来愈悬，愈来愈我会晓烧，只剩3公斤。啊，2工剩1公斤，啊，佮继续收，空啊，啊，你就辛苦了。所以你也看不做嘛，咱大家笑嘻嘻，就讲咱这个法本啊，咱研究本啊，咧笑嘻嘻，哦，啊，因当时啊，关键菩萨做主修，啊，毋是咧前面行为做事，做烦恼，不菩萨咧灵修起来，你上计是主修，哦，安尼，啊，无就爱笑一下，你嘛想讲咱研究本安尼，做伫遐安尼吼，红红。我是阮习惯咧讲哦，你若我著像安尼，我来用伊，真来用伊，你当像安尼讲，我来用伊，咱人伤巧，你伤巧烦恼就济，计较就济。哦，啊你若像安尼吼，安尼大量大话王气，就感觉无啥样，你每一工就足快乐诶，你就当像新鲜。所以要做事，要做先实在啦，要做鬼实在啦。你若放袂下就做鬼，啊你若放会下你就做仙，啊，就像安尼。所以一切咱每一个拢是家己的主导，咱家拢是家己的主导的，你会晓控制家己，你免去控制别人，无必要控制别人，你会当控制你家己就，你若控制你家己就会幸福，你无得控制你家己就会袂，所以讲心爱康嘛，时间的关系，我想，安尼大家安尼啦，所以咱就来了，你简单讲袂好啦。过去一个上主叫做王宝禅师，伊讲一句话做有意思。伊讲供养十方的诸佛吼，不如供养无心得力。供养十方的诸佛，哦，所有的佛甲供养，我人拜到虔诚的，不如你供养一个无心的得力。啥叫无心的得力？无心的得力不是无够，其实每一个诸佛嘛拢无心的得力。人就甲咱讲，你若供养十方的诸佛，不如供养无心的得力。啊，你若无心的得力，佮讲对不起，安尼嘛是共款。其实伊咧讲无心得力，就是讲你家己啊。你家己若会当无心，上重要啦。你家己无法度无心，你供养普通的诸佛吼，嘛是烦恼啦。不无法度扫除咱的烦恼啦，有感觉无？我这个拜拜尽所有古旧的佛祖啊、菩萨啊，你家己若咧想，伊嘛是共款的。你家己无提心无地位，而家咧开口袂开嘛，是你咧开口咧，是毋是？啊，你家己若真正口会开，你会当无心，你上重要。你咧供养，你是情况所在。所以修行重点是对，毋是讲修讲我足老足济用力足济，是修讲你会当放下足济，毋是修讲我用力足济，是修讲你会当放下足济。你会当放下足济，你就会当像咱这个国家咧，像咱面个安尼。你有迄个想，咱就容易。无就今仔开始，你的面拢笑，像迄个本来咧，看你法度无。你若互我来讲三无论证，我讲，我讲，我头看着道亲，真正教我等于我嘛是，知影拄着代志嘛是安尼。迄个讲三面啊了了，已经就到。所以你拢要
时常保持笑容，迄有境界，迄有心。哦，啊无哦，就是讲代志面就去过啊，啊就生气啊，啊就烦恼啊，所以心就空，这心爱空，爱修啦，无心就上好，哦，所以爱悟空，所以讲这本册前面就叫咱讲，咱心的欲望足济爱除，啊然后爱悟空，啊这个要你心内通上其他上好啦。爱道家好，我想讲，咱来听一首歌歌，哦，听到这差不多咱就完成啦。啊，较好的道理，拄久嘛是会去了，啊，而且咱听，啊，这大概我讲一下啦，伊这有咱师尊做的，这是过去明训之前吼，啊，比如70年的时阵啊，要认真，啊，纯黑白无是一个，是寄纯黑白无的调，啊，来唱一首歌歌啦，啊，我大概来了解，啊，莫解释详细，大概知这意思就好。因心寄地土，就是咱人来到这世界。度就是世界啦，如平无因地，啊像迄浮萍无因，讲吹到东边走来东边，讲吹到西边走西边，人民生当中拢有目标，就保着路生死转，拢随保着用吼，啊大家拢伫遮白生伫即个世界啦吼，生死轮回何必生？关键主为原因，咱这关键主就是我袂听，我就听啦，我袂听，关键主啦吼。主为民民，大家拢足用心拍拼，主就是讲足用心咧拍拼，为了这命家己才走走。哎呦，表示嘛，咧土地大哎，刷早起天干，大家拢有已经就这个名字拢用诈用奸的哦，表示讲哦，安尼用欺骗的吼。累世万年苦，累世就是讲哦，无说啊，啊过去咧白发人的吼，拢用迄种无说啊，咧白发人。啊，送去刑场，啊刑警法，迄叫做违宪。万年苦就是讲，咱拢有一条乌索啊，甲咱拔掉的，啊万年不得超生。这条乌索啊是啥物乌索啊？咱逐个人的心中有无啊？你讲无这家己拔甲安尼吼，安尼你家己拔甲土的，是拔个人违宪万年苦。吹风遍地粉，吹风就是讲四风日下，甲进来吼，会使。世间风气就把人笑惨，为着趁二三手吼，已经无咧讲伊就对啦，人讲有钱无钱，迄叫做骗地，骗地来讲，整个的大地拢总安尼就对啦吼，道德去讲，道德到即个就少，所以讲道德，我道德用免讲，伊去到外口讲道德，人会讲你这人怪怪，真正好无骗人。你去公司人讲啥物道理，哦，道理偌好，人会讲你这人有头壳怪怪，等下来掠你。道理我伫道中咧讲到无，今仔互我徛伫遮讲道理，你会感觉吼足真诚，就是讲道理啊。今仔互我来换一个环境吼，去公司搁讲道理互听，来讲你阿伯到底是，今仔日是来讲道理。来到公司就是咧讲代志，来到公司就是讲伊个歹又要哪修理，哪个规划要规啥，就是讲啊，到咧讲道理。所以道理一定丰富啦吼，如分重正法业理，吼，如分咱即是自家业务啦，在家修叫做自家业务。啊，过去出家，你在内面，啊，咱即在家是叫自家用。中正开始要中正方了势啦，换青着即个青马图啦，体面心回头拄刚好，爱体会着天的心，天不变天，天袂讲话，但是你有感觉，我讲天真天老，每一个人拢修得咯，所以讲咱即阿妈做的迄个就是安尼，天也无徛伫半空中，老母娘也无徛伫半空中。某人啊，你着要大人，该紧收落来。但是你体会，其实有即个意思。天无甲咱讲，但是咱咧知影讲，进天拢降下来的，要互咱大家感受表示。回头拄刚好，回头倒转来吼，爱咱讲吼，哎哟，修个拼年为，大家人来到即个世界一世尔，爱修甲有一个位出来，吼，啊下手着活，大家手牵手，富着活大会。中华大会副无顶，就等于四水功德，哦，可怜，啊，咱即，咱即来听一下吼，简单讲就好啊，这是不是咱讲？纯黑宝佛是有一首真抒情的吼，一个歌，这老菩萨就爱听，少年人唔知听，少年人听
精神就够大吼。来讲猪八戒，现在讲叫猪八戒，啊其实猪八戒吼，有那叫做猪毛灵，啊猪毛灵这是迄个观世菩萨来号的，观世菩萨叫猪八戒来去找唐三藏，帮助西方世界。因为猪八戒听讲伊过去啦，伊是天顶的一个天魔元帅，嘛是住伫天顶的哦。因为伊这人好笑，伊人起人惨了，咱连起来，说来写啦，起人惨了，去用讲了嘛，甲做人，结果伊投一个，你投进地心，你做人咧投进地心，你讲出事了，要讲低头当唔是安尼。有时咱得点解？因为伊观世菩萨叫伊来找唐三藏时阵，本来伊是叫做猪毛灵。观世菩萨来号做猪毛，指点伊，观世菩萨指点伊来找唐三藏帮助。唐三拄着伊的时阵猪八戒就来讲，伊就讲伊修八戒，伊讲五分三命伊戒五分三命。猪八戒甲唐三藏，唐三藏讲我戒五分八命，五分三命，五分就是咱拢知影蒜头、菜、豆苗，而且是啥？天啊啥安尼五分，虽然讲是蔬菜类，但是咱若青口的袂使食。三命就是天顶飞，地面走的，水中游的，迄动物袂使食。意思就是讲猪八戒意思讲我食菜就对啦。所以五分三命无食，我戒这八戒，所以唐三藏，安尼我甲你号一个名，叫八戒刚好，对啊，戒这对啊，所以伊姓猪，伊后尾猪是姓猪，伊做人就叫八戒，这是一来源啦唐三藏啦，到尾啊，我猪八戒敢有做顶面大个人，有人是讲叫猪毛灵，讲叫猪八戒，伊是猪八戒，咱就讲你到了听就对，我这我有想。较早我高中毕业，高中毕业就迄个毕业典礼嘛，就来宾上台，致辞来宾上台致辞讲一句话，因为来宾真讲国语台湾国语国语看卖，伊起来第一句讲，今天是第8届毕业典礼，听有无？阮是第8届。伊是讲，伊要讲第8届或者是第8届，拄我投行做到第8届，我看阮即届大家拢比第8届，所以我记到底拢袂讲啊。因为我一般的记住讲，我高中毕业就是第8届。你若第8届，你袂认识啊？你讲一个第8届，你袂认识啊？讲伊台语人做了比第8届嘛，这是少的。那这个是代表啥物？为什么要写这个题目？猪八戒伊互咱的迄个印象就是讲好吃懒做，是不是安尼？伊就是我先叫讲你来做人，本来是天顶做天王元帅伊人起人就惨着啦。讲你来迄个拍落来房间你斗心斗面毋对。所以讲起个好吃懒做，咱来专门上磨练。观世菩萨就来好吃懒做磨练，叫伊爱人做事，名分大。灵就是讲，你爱去栽灵，去做事，好吃懒做，也要食要囤，要叫你做人做，讲你无用。猪八戒好吃懒做快一点，灵做事，伊咱真来讲，今仔日办桌就是咧做事，办桌咧做事，较拍拼，较艰苦落去，足认真诶。咱要讲说咱这个食已经做咱看，办桌真正爱较负担的，有去办桌的，像咧讲外国人咧走，国内走就当时一班过一班真正都够济。你无安尼拍拼袂使，无安尼大家人拢分摊咱连桌办袂水。遮负担大就办桌感觉讲事情无啥好，分摊。若像猪八戒安尼讲要做分摊，你大人无用要开发无用
打拼过一世人，这是你的哦，不是上海地理哦，不是点样顺地理，不是咧顺地理哦。伊若无比较比咱迄哦，是你家己打拼，你做出成果，迄拢唔代志哦。伊咧平平一工，你去佚佗过一工，你来遮上班过一工，你做人才过一工，但是迄工拢无共的。平平24点钟意义无共的，有人24点钟是浪费呢，有人24点钟做了吼，好价值呢，金讲了完呢，你做容易的。哦，半点无啥物人来你会去。啊，咱若无公平，人生就歹过。哦，人说有歹过一个啊，我这运动出来啊，足水的，业绩若济吼，运动歹，真正业绩若济，叫人咧卡运动就歹。啊，叫咧卡，你用啥物对过？公平无够吼，你就无法度。都先从哪搞包？你讲你遐尼单工，你遐尼少，那你有方面哪来做啊？先从哪搞的？可能做到不够，所以一定要去目标嘛。公平大家配一哦，公平最重要。你看无，但是伊真正有限的当中，提供一半。你如果有限，你啥物拢袂赢。哦，所以爱认做事，哦，爱咱这个文化性哦，专做亲情啊，吼，这是一个人文吼的一个价值啊。再来，爱打迄个好学心，哦，你发家好势，爱打好学心，转做啥？拄下讲的一句话有理啦，天天天性。我最爱看心，好势，啊，然后来转做我最爱对贤者行。贤就是第一步贤就是尊敬，第二步贤就是贤者。那像讲贤弟兄，哦，我爱对咱这个是对真人者，哦，对学生，哦，伊做甲遐尼好，做遐尼啊，修甲遐尼好，我爱向伊学习，我爱心是藏伫遐，所以咱若看着，咱这边仔的人，人做甲足拍拼，人修甲足好，你爱对内心内底产生尊敬。来好啊！哦，你是那我都做甲安尼，我嘛要对你安尼，安尼叫做贤弟。来改变这个义，就是讲改变。哦，应啊，贤弟变性啊。你尊敬贤者的心来改变做吼，你就爱好善事，安尼你就改变。你就对凡夫改变做一个主菩萨。所以咱大家拢当做主菩萨的，大家拢会当。你只要若照安尼做，你就是一尊主。啊，咱若无照咧做，你要求菩萨，你不给，哦。人家甲咱讲你是一尊佛咯，你就做欢喜的。啊，你若人家讲你就是魔，你就做神。大家嘛要做佛，啥要做魔？但是要做佛爱有佛的佛不是我们现在给的。咱无法度做到变魔，人家讲你是一尊佛咯，不可能。但是你若修法出标准，修法出好的，哦，啊，人家讲你真正菩萨在世。咱自然就来讲啊，哦，你做到迄个程度，咱自然就来讲，你真正菩萨在世，所以咱的心来改变，改变做咱菩萨的心，哦，这叫做离魔的一个意思啊，爱魔的个。再来，咱讲三无尽，三无尽，啊，三无尽听讲伊是那西方的一个将军，哦，安尼伫天顶的一个将军，啊，有一天吼，我做伊拍我的琉璃。保贵保温，天地的保温，啊，完了课，啊，然后拍到我个房间，拍到房间，啊，拍到房间了，伊拄仔伫一个流沙河，伊啊，啊，伫遐边啊，伊食人，所以你看伊这三五斤吼，感觉佫挂一个窟窿，人头窟窿，伊落来了后面妖怪，哦，落来到房间拢变妖怪，爱食。啊，到尾是拄着观世菩萨，啊，来开传，啊，然后叫伊爱去，共款啊，叫伊来咧做，小说就是安尼说。啊，所以讲即个三魔经，哦，那东三宗，哦，到底即个魔经吼，应该是观世菩萨来做啦，我若记得对，是观世菩萨的东三宗啦，应该是观世菩萨，叫伊爱魔经，你爱害人的心，袂使。害人的心啊，所以讲伊即个人物代表啥？那拄仔个猪八戒代表着咱放生啦，做奉献。啊，即个代表啥？代表咱是害人，是毋是咱用害人的迄个心态？你若咧气一个人的时阵吼，你会讲希望伊，
虽然我袂记得嗨，但是你这个这种基本哎，要爱好无好，咱是不是若咧怨着一个人的事，但是拢安尼想，你著是报应咯。但是报应，但是我的心错完全做不毕业。哦，啊，找有机会我著要互你安那，迄种叫做害人心，害人的心袂使，迄妖怪的心袂使，袂使分人，袂使欺人，袂使拍人，袂使骂人，哦，袂使害人，迄种袂使。咱若有做迄，咱就学三五经共款吼，迄个咧异能。人毋做咧做妖怪，人也甲咱骂讲你是妖怪呢，咱无承认啊，我是人才是妖怪。啊，你若是人，就要有人的人标准，会当做妖怪的工作。啊，迄种心吼，无好的心拢是妖怪的心。所以咱要看咱家己是啥物人吼，咱就看讲咱做啥，咱就看讲我心内底存啥物心。有当时咱是存妖怪心的，有当时咱是存猪八戒的心的。有当时咱是做什么方面心呢？哦，安尼啊，有当时咱会做这个事。啊，咱真正着修行，要去西方取经，一项一项甲修起来。逐孙悟空要用功修起来，逐猪八戒好吃人做好事的心也修起来，逐三五真迄个妖怪要害人、要分人、要骂人、要拍人迄个心拢甲修起来。安尼叫做西方取经，你著来对到西方。哦，你无安尼对咱对到西方，西方啥物人要带咱去？迄是你家己，你心若清净，你着引西方的意念；你心若落，你着引地府的意念。这足重要。命运家己创造，哦，毋是讲我每一工拜佛拜到足虔诚的，做台湾女人，你若无迄个根基，你袂去。你无迄个根基，搁修你袂去。哦，你着要有心，哦，所以讲，迄个爱人的心，爱拄，啊，搁落来，伊叫咱，伊来号一个名叫做无精。这个精吼，足有意思哦。精，啊甲精，两字拢是精，有啥物好讲？这个大家都来认识，哦，我大概讲是这个意思。佛家大部分拢用这个精，清。啊，当然咱这讲讲哪有清净，应叫清。啊，佛家咧讲的精的意思是讲。你心中内底拢无污染，没有污染。啥物叫做无污染？包括你的思想，无邪见，无毋对的念头，思想无邪见，讲正念，安尼叫做清净的意思，无污染。心中内底拢无物件，清气淡淡，半点垃圾拢无，清净。你来这个静，静就讲你静袂了，伊只是静，你静了了你静了，袂安尼吼叫，别人无奈何，你静会落来，你就静。所以即门的理解我咧讲下，伊包括你的思想拢袂使，你的思想念头，你的见解，你的见讲拢爱静下来。啊，即个静就讲你条条比较静的，条条比较静，恁两字大家有这个，啊，所以三无静，即个静就叫你。心中内底所有物件拢会扫甲真，包括啥？当我讲害人之心啊，还是包括这个烦恼，烦恼很多。你讲啊烦恼歹代志，我无去害人。但是咱修行人烦恼上济吼，你心袂清净。敢有一个做烦恼的，好啦，为了烦恼本啦吼，不都足自在。因为伊心清净，今仔咱修行，若修到迄个烦恼，足济搞超法的迄个，你心本来清净，大概轻松。哦，修行是安尼吼，毋是讲我无去害人就好啦吼，无够，爱叫你家己烦恼心嘛。所以修行爱做心歹呢，足是认真细事哦，往伊遐搞超，往伊遐底内吼，心中内底放甲规个心内底拢是做垃圾的，粪扫足济，啊，这粪扫清清落出去。足轻松，一间厝内底，若要粪扫，住咧吼足艰苦的。啊，这间厝你看啊清甲咧清气淡淡安尼吼，啊灰尘拢无，倒去遐放落来去，你会讲吼，非常轻松，心也是安尼。所以讲修行修到尾啊，迄个烦恼一定就吼，你爱想讲吼，咱讲过吼，迄个功德。